这边之前是属于人工湿地的部分，那人工湿地的部分的时候，其实它的运用价值，跟我们社区的连结运用价值几乎是零互动，步道也好，或是休闲也好，哈，它没有符合比较我们社区的需求，那所以变成说一下雨就会积水，那附近的居民就没有办法来这边使用。那经过跟市政府还有一些地方议员的争取，希望说能够另外再把这一块那么大的一个3.5公顷左右的湿地，可不可以再利用啊？然后让我们的地方可以有更好的活动空间。所以后来公务局他有来找我们里长，就是有规划一些设计蓝图，然后让我们做参考。包括这个招牌的设计，湾里招牌的设计，它有选颜色，那我们也是选这样子比较，可以有活泼的颜色来代表。所以这个公园的启用会带动我们地方的一些居民更多的使用，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我们很期待。那现在已经开始可以启用我相信附近的居民它的使用频率会更高，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地方想要的。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今天特别来到这个湾里休闲公园的开幕。那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人工湿地了。那在10几年以前大概就慢慢失去了人工湿地的功能，之后反而就变成一个环境的一个脏乱点，蚊虫滋生。那对于居民或是一般附近的民众，坦白讲，他们都会有一些想法，因此呢，我们就花费了大概3000多万，除了把这个湿地改善，成为一个湾里休闲公园。那这样经过这样华丽转身，不管在特色游具上，或者说在生活环境的优化上，把一个环境脏乱点变成一个环境的亮点。那这个部分我们还会再加强努力。基本上在南区，我们已经好几个大型的休闲公园，譬如健康休闲公园，譬如这个港滨历史公园，譬如黄金海岸的这个公园，公65、公66，还有竹溪这边。事实上，我们在环境的优化上费了相当多的这个心力，但是也无非是希望提供给民众一个好的环境。那另外，在南区过去常常发生的淹水部分，我们也希望能够获得相当程度的改善，让民众路要平，不要淹水，那生活有公园这样子的部分，一步一步的努力，让优化市民朋友们的生活环境。了是各界欢迎收看7月25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第6届 U12 世界杯消棒比赛7月29到8月7号将在台南登场。虽然筹备过程拄着疫情来乱，不过总算排除万难。其中委托嘛伫中华队最后冲刺的阶段，前往球场关心，希望将冠军留伫台湾。为迎战第6届 WBSC 世界杯消棒比赛，21号开始连续3天，20位中华队员回到台南亚太国际训练中心。这场比赛嘛，将是国内疫情爆发以来第1场国际比赛，到时将有来自世界11支国家代表队做伙来车拼。其中，台南猎人国小柯志祥嘛入选回到高雄训练，就有信心将冠军留伫台湾。这里的环境在台中练这里好很多，因为这里的场地跟红土就是比较好，就是比较好踩，然后这个距离也刚刚好，比较可以知道自己可以打多远。上一届冠军留在台湾，所以说这一届我必须要更慎重、更小心的，也尽量把冠军留在台湾。7月29特别比赛最后冲刺阶段，其中委托伫体育局长甲体育总会理事长丁南陪同，嘛前来球场关心练练。在7月29号
开始的这个 U12棒球赛，大家都能够一展身手，能够顺利再把冠军杯再留下来。当然很重要的压力不要太大，只要留下冠军杯就好。那希望大家多努力，我们台南市我们一定会全力来做各位的后援。开幕第一场比赛7月29日暗时6点半，中华队将对阵意大利，欢迎全国球迷踊跃进场为台湾加油。台湾新闻郭永吉采访报道。根据统计，2025年台湾将迈入超高龄社会，所以现代除了成立老人病院，嘛甲嘉义基督教病院合作，共同成立高龄医学研究中心。希望结合两院的人力甲资源来发展高龄健康照护。由国立成功大学医学院甲嘉义基督教病院共同成立的嘉诚高龄医学研究中心，双方对2020年签订合作备忘录，一直到今年的7月25正式来揭牌。上午由成大校长苏慧珍、医学院的院长陈延胜。甲嘉义基督教病院院长姚伟仁共同揭牌，为高龄照护开创新的里程。请揭牌，嘉诚高龄医学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圆满完成。大家拍手看一个前面好吗？请揭牌人员暂时拿下口。今天的这个中心的开始，我想会聚焦在我们大家过去共同努力，无论是这个王副院长过去所服务的老年所，以及这2年来我们看见高龄社会的冲击，无论对基础资讯的理解，以及是临床照护端同事们需要的经验，从医学中心到不同区域里问题的理解跟合作我期待它会是一个更有意义的开始，而且是更具目标性，也更具实务性的连结的开端。嘉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实践的场域，因为我们所建构的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全面性、连续性的一个医疗照护的一个体系，所以这里面从前面的健康促进到后面长照，其实我们做得非常的完整哈，所以里面就会有启发出很多可以研究可以实践的地方。所以我们很高兴看到嘉诚这样的一个研究中心。那我们的目标应该不是只有说研究写 paper 了应该是说各种的研发创新，甚至到后面包括一些政策的制定，其他都可以想那总之呢，就是对于整个国家的高龄研究发展是有益的。嘉诚高龄医学研究中心目前规划每年由嘉义基督教病院来投入经费，成大医学院投入相对的空间、人力甲经费。今年并且延揽新聘的教师胡文轩教授，未来将担任中心的主任，带领中心持续朝向高龄健康的议题、高龄医学、甲医材辅具等3方面来前进。希望伫个基础的研究、甲临床的照护拢有突破，未来对高龄者甲照顾者带来实质的贡献甲帮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民进党对21号正式成立市长甲议长的联合辅选中心以后，第一场竞选造势就选伫安南区，其中参选人蔡丽晶嘛成立土城服务处甲下业后援会，具体提出定性的政见，现场支持的乡亲客家满满。蔡丽晶下业后援会伫咧24日成立，由目前台湾上行的品牌母子鳄鱼德成鞋业集团总经理吕子翰担任后援会会长，市长夫人刘玉晶也受其厂商代表谢怀洲，望共同为产业来打拼。蔡丽晶动赛，蔡丽晶动赛，蔡丽晶动赛，蔡丽晶。山顶练武功啦吼，因练好就爱落山来迄种啥，好好来表现。嘛，吼，咱台南安南这边吼，有新的血缘、新的活力、新的少年人吼。安南区是下业的重点，但煞拼袂赢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加价竞争。日这几档以前，随着产业更加难经营，陆续已经有侪间公司倒去。
若是阁无改变，将无法度摆脱产业失灭命运。蔡立青表示，台南是历史悠久的鞋仔重镇，应该争取举办全国鞋展，让世界各国拢会当看到台南。咱鞋仔界会当讲渐渐式微，尤其面对着咱的大陆鞋，面对着咱其他这第三国家的竞争，这几冬都为着疫情的冲击，关规百斤起来，非常的这个式微，所以咱爱给注入新的想法。咱安南区是咱全台南市，甚至是咱全国做鞋仔的重镇。叫做咱的鞋展一冬一届，拢伫台北市，咱敢有想过？为什么咱的鞋展袂当刷来咱大台南市？咱的鞋展甲刷来咱大台南市，因为咱安南区规个拢咧做鞋仔，爱互因来咱遮参观，来看咱的工厂。以后鞋展伫咱台南的大会展中心。不止鞋业，蔡立青嘛有提到这份的规划，发出大众捷运安南先行。大众捷运安南先行，咱安南区需要大众捷运，咱需要共享汽车、共享机车、共享脚踏车，咱连公车的这个系统也不够完善，拢爱搁来加强，互咱的老大人。咱出门已经简单，扎一张卡，伊坐捷运就会当去到病院，唔免是势安尼来回载。互咱的囡仔摕一张卡，会知影伊会当家己坐车，捷运坐咧就去上课，唔免是大人伫遐载。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主委潘兴团也到现场大力替蔡立青背书，表示蔡立青是民进党品质甲能力的保证，乡亲会当放心将服务交予伊，也希望蔡立青会当为民进党加抢下一席女性议员席处。蔡立青嘛表示，伊家己是为基层做起，长期服务百工百业，对着各个产业所面临的困境是相当的了解，也为服务当中找出解决问题的想法。未来也将陆续提出政见甲理念，希望选民会当互新人来拼来冲。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先歇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为了推广公营病的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甲中嘉宽平共同合作开办推广课程，由专业的讲师来说明媒体经营的观念，并教大家用手机拍片的技巧，互学员深入了解。这个 MV 就是很偶然的一个状况下的一个发想。学员们轮流上台分享影片作品，有的将自己创作歌曲拍成 MV， 并访谈创作过程，还有用影片介绍青田街日式古迹。台师大大传所与中嘉宽平共同合作开办课程，推广公用频道，并教导学员们如何用手机拍摄影片以及影像构图与剪辑概念，能够从头到尾自己完成一部作品，学员们都觉得相当有成就感。因为我之前也有参加过类似的工坊，那我觉得，这个工坊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带我了解到就是公共频道的这个存在，因为我之前完全都不知道有这个频道存在，然后那时候有大概去电视上面浏览一下，然后就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棒的空间，就是可以开放给大家投稿，就是自己的作品这样，然后在课程中也学习到蛮多，就是一些剪辑上面的逻辑跟概念。我们这组的话是拍摄青田街，就是在师大后面的那一条街。然后因为会拍摄那里的原因是，那边的建筑都是日治时代留下来的，所以它就具有一些日式风味。然后而且再往外还有天主教堂那一些，就是会感觉到，这边好像是一个小小的国际的概念，就是有日式的，然后有天主教，然后也有清真寺那些的，然后就让我们觉得蛮有趣的。我们昨天是先学到了一个公用频道，然后可以给我们民众使用的，我们公民都使用它的权利。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包括我活着20年以来，我是第一次知道啊，原来我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使用吗？
所以在这样子学习知道了之后，我们的隔天我们就亲自剪片，然后如果那个片审得过，我们就可以放到公有平台上面，这就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个曝光的机会，也是一个团体的曝光的机会，所以希望可以让它继续留存下去吧。就我们队服主要是协助民众，然后我们是协助技术的层面，帮他们就是包括剪辑影片啊，或者是把他们的一些想法或者点子画成一个文字，然后文字可能做成旁白，然后让它变成影片的一个元素这样。然后这次的工作坊，我觉得我们只是一个在旁边协助，我们是队服嘛，是这个在旁协助的角色。然后民众他是一个可以发想很多，他提供很多他们的可能生活经验或者他们的点子这样。所以我觉得队服跟民众一起去把这个影片产生出来的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互相学习，然后让公共频道能够有更丰富的内容，或者是更多元的一些影片啊，或者是一些企划产生的一个很棒的经验这样子。最后民众遇到问题就是他们对于影片的剪接不熟悉，就是他们可能不会使用剪接软体啊，或者是他们对于使用剪接软体他们的一些术语，或者像是一些可能一些特效或不太了解这样，所以我们最主要做的是，我们可能告诉他们，这个影片的软体要怎么用哦，例如说这些功能是做什么用的，然后这样子的可能按这个按键会有什么样的效果跑出来，大概是觉得是剪接这一块会比较有。民众会比较不了解，但是我们小队服的角色就在一旁，就因为我们也是广电专业科系，对，我们就读广电专业科系，所以就是我们可以在旁边做一个协助他们剪接、引导他们剪接的这个角色，这样。为期2天的课程，除了传授影片拍摄剪辑技巧，还邀请专业讲师畅谈公用频道媒体禁用理念，并以世界咖啡馆形式，让学员透过经验分享及主题讨论，深入了解公用频道。其实这2天的一个工作坊，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目的其实就是让我们的这些学员来了解所谓的一个公用频道的一个性质、一个意义，甚至是我们要就是借由这2天的一个讲习，让他们真的可以用手机去拍片，然后呢剪辑后制之后，那我们在第2天我们有所谓的一个影片分享，所以学员其实他们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坊，只是更了解我们的一个公用频道的一个价值，跟他们未来其实是会利用这样子的公用频道，创造出他们自己的一个所谓的想象，甚至是实物，甚至是一个梦想的一个实现空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意义，就是在这边。在第1天的课程跟第2天的课程呢，第1天的课程其实是除了我们要讲解所谓的公用频道跟公共电视或者说公共的一些意义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之外，其实很重要，其实就是所谓的世界咖啡馆。我们借由这样一个世界咖啡馆的一个相互的讨论，然后呢了解现在的大家对公用频道的一个意义，甚至是它的一个困难点，甚至是我们对公用频道有哪些想象，所以说有哪些期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互相讨论，可以让大家更了解一个公用频道怎么样去运用，然后也让业者，甚至让我们的政府部门可以了解，就是在大家怎么样去集思广益，在整个未来的一个公用频道的一个运用，跟一个所谓的能够让它更成为大众的一个频道，这大概是我们在这边举办这工作坊的意义。第3频道公用频道是由地方有线电视系统业者免费提供给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和当地居民使用的频道，主要播放具有公益性、艺文性和社教性内容。只要影片符合规范，人人都可以制作影片，透过电视播出和大家分享，也欢迎民众踊跃申请使用。记者林启慧台北报道。暑假一到，真侪课后辅导班都安排甲平时较无同款的课程，其中就有教育机构安排学生到中正宽屏双主册电视台参观，并且有学生实际上台报新闻，趣味课程，互小朋友拢收获满满。为了互小朋友实际体验各行各业酸甜苦涩，芝麻街美语教育机构伫暑假期间的课程。这次就特别安排学生前往中正宽屏3冠王双子星的电视台参观，
工作人员除了向学生解说节目以及新闻制作种种要素，也伫参访的行程中安排了媒体试读的部分，让小朋友会当为这次的活动中学习到如何认识、读懂媒体的正确观念。事情你要干嘛？你要想一下，是不是假的？不要别人讲什么就相信他。你刚刚上课，你觉得你有学到什么？你觉得对你是蛮有帮助的？不要随便乱传假讯息。可以怎么样去分辨真假消息？用赖讯息查证。还有什么吗？你还记得吗？买勾片。有学到什么，或是印象比较深刻的部分？怎么判断假讯息？怎么判断假讯息？那如果人家传一些讯息给你啊，你要怎么去分辨是真的假的？你要去那个查看是不是真的。难得来这届电视台，当然爱趁这个机会上台报新闻看卖，为学生咧报社会新闻，有的咧推广环保观念，甚至连介绍家己的嘛有。我的血型是 A 型，我的星座是有选择障碍的天秤座。体育署加码推出30万份，价值1000元的动资健身券。发现有一只白色的鸟正站在高处的雕像上，往下探头看着游客们。国外有一只罕见的白孔雀，猫饲料及其他肉类都吃完了。爱吃肉，也喜欢吃素吗？海岸有许多沙滩，常见游客留下的垃圾。虽然常常宣导民众不要乱丢垃圾，中国因为新冠疫情升温，许多城市体验了主播报新闻，导播的工作内容，嘛是爱来了解看卖。它背景是黑色的，是因为我们刚刚下面有讲到说有绿色的背板跟蓝色的背板会去背，所以它的人先被去背出来。我们的夏令营课程通常都会有介绍各种不同的职业，那我们希望说孩子从文本里面除了知道这些知识之外，也能够实地的去了解，他们的工作到底是怎么样情形，能够跟在各个行业能够说可以让我们去参观，让孩子更能够亲身体验，知道说，这个行业的辛苦谈。无唔对，就参照是林老师所讲，带学生为文本内底实际到各行各业体验，会当更加了解各行业辛苦，同时嘛当增加学习兴趣。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总经理陈建春表示，公司正欢迎提供相关参访服务，欢迎大家踊跃申请。中嘉宽屏、三冠王跟双子星是在地的媒体。那在台南这边其实也没有很多的地方可以提供给我们各行各业来了解媒体制播的一些生态，还有媒体识读相关的一些知识。那我们是属于在地的媒体，那当然非常的高兴有这样子的一个场地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做使用。那所以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可以来跟公司这边做申请。这次无参访到观众朋友嘛，免无欢喜。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伫8月份嘛办理小小主播体验名的活动，而且是完全免费，并为参加校员安排准备了丰富课程甲礼品，名额有限，报名专线赶紧卡起来。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感谢收看7月25日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